城西焚化炉营运至今20多年，市府环保局规划以太旧换新的方式兴建新一代焚化炉，除了会当提悬处理量能，更会当达到减碳目标。而完工营运后的金星炉，也是一座会当发电的再生能源发电厂。设备逐渐老旧，所以我们一年总共的垃圾处理量是19.5万公吨。那如果以现在我们要更新的炉子，它一年的垃圾处理量可以达到29.5万公吨，也就是这个量能足足可以提升一年10万公吨所以这个对我们台南市垃圾处理的这个效能可以说是可以大大的提升。过去20几年来，台南市的2座焚化炉现在的日处理量，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过去科技的关系，其实它的这个焚化量的部分呢，已经逐日在下降。所以我们引用了更高的科技，让它可以高效能来发电，然后低耗能来消耗我们的能源，甚至呢可以有这个低污染的部分来对这个焚化炉做很多改善的设施。那预计我们在115年可以来完成我们城西焚化炉的这个炉体的新建移转的这个案子，而且可以顺利的来运作。环保局长许仁则指出，金星炉属于再生能源，发电效率高，未来营运期间年度发电量预估会当达到2.6244万度。年度发电量比较城西旧厂增加1倍以上，每档大约会当提供64513户家庭用电。金星炉同时也订定上严格排放标准，妥善处理下来生活废弃物。除此以外，营运期间所使用的管理大楼会朝向离建筑标准方向来规划，让金星炉不只是焚化炉，更是惠及环境教育亮眼地标。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